水个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咱今日搁来读汉诗，来读台湾民主国大将军邱逢甲。伊讲起来是一生拢咧唔愿讲日本占台湾，竟然咱的江山互日本介管去。而且讲伊有一首诗，叫做《二大诗》。迄头尾拢总几落条，上较出名就是迄句“宰相有权，人甲地，高神无日可回天”。啊，另外二大诗还佫有4句，讲起来写起真好，佫请招你同齐来体会。啊，那么做伙来研究诗句内底的典故。见面头一句讲：“官土中来未可知，江山易遥为人痴。声名士主地道小，海上虽来见义奇。”拢总4句。邱逢甲咧表达啥？表达讲，敢有过迄款英雄人物来光复台湾，甲日本赶倒转去。啊，内底每一句拢有伊过去历史的典故，咱做伙来个听看卖。头一句讲“官土中来未可知”，这句古早人已经写过啊。唐朝的杜牧，伊咧描写啥？描写讲项羽伫咧乌江边自尽，伊感慨讲胜败兵家事不期，报仇音乐是难离。江东子弟多才俊，官土中来未可知。就是这句，就是这7字。邱逢甲直接把捡起来用。本来杜牧伊伫咧表达就是讲，哪会伫咧乌江边来伫咧自尽呢？江东子弟多才俊，你若是男儿，你毋着所有委屈、所有侮辱，你爱吞落去。官土中来，无定着，搁再拼就是咱的江山。邱逢甲同款的心理，讲官土中来未可知，江山易遥为人痴。敢有迄个伟大英雄人物，搁再来拼一局啊！讲甲日本人赶倒转去，搁来第3句，声名士主地道小。这句声名士主，原来有历史上的剧情。咱知影讲孙膑甲邦管2个是3兄弟，过去戏文讲2个拢东拜贵国主为师，结果2个斗争激头壳，孙膑许邦管害甲2只脚变做爱坐轮椅。当然，国先讲过头啦吼，过去是无轮椅啦。但是就是因为安尼生，伊才去改名，叫做孙膑这个膑，这就是讲骹骨已经不便的人就对了。啊，佮炸红魔加小，才多出一条的性命。到落尾又哪报仇？又哪甲邦官害甲无路通好去？共款已经人生行到绝风岭的时阵，邦官讲一句话，讲遂成士主之名。讲较土话讲，打孙膑这个唔正囝，即马换咧出名咯。国情唔是咧讲土话哦，这句遂成士主之名，讲白话就是这个意思。唔只邱逢甲讲声名士主地道小，过去遮尔济大得机会出名的人，海上虽来见义奇，敢嘛佫有迄款人？敢嘛有迄款人会当来光复台湾呢？这正就是台湾历史中间，咱听对汉诗所听到世情山水人生观，因为千丝万句写台湾啦。